别乱动。你家长呢？哦，小妹妹，想要那个吗？那个不可以哦，姐姐给你做一个新的好不好？真的吗？谢谢姐姐。去。那。你谁啊？干嘛？您是家长吗？我刚刚是……妈妈，你看，姐姐送给我的。才走一会儿你就给我乱跑，真是的，讲几遍都不听，还乱不乱跑啊？哼，真是丑人多作怪，没事找事。你有什么资格这么说？啊？你有什么资格这么说我？我说你什么了？生日，我刚才有在和他说话吗？有吗？雨熙，你也别太神经质了，相由心生，脾气好点对你也有帮助，至少活得能开心些，对吧？就是，妄想症，搞得我们天天欺负你似的。拜托你不要这么脆弱，行吗？装模作样，你们真让我觉得恶心。明珠，愿意用你这张脸去讨好别人，那是你的事。可你有什么资格来嘲笑我？韩雨熙，你有毛病吧？你发什么疯啊？告诉你别太过分啊！信不信我告诉店长？我